乡进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攻击，也毋过俄罗斯军方进攻的速度比原本按算的也搁较慢，战车也未使入首都基辅。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是已经互飞弹攻击，知影造成7个人死亡加44个人受伤。若双方即马是哪拍哪谈判，头一轮的谈判已经讲煞无达成协议，也毋过已经同意会继续谈判，会展开第2轮。日本岸基辅国放空袭警报，真侪人赶紧走去避难所甲地下设备。这几天常常听到爆炸声甲庆声。这天当局拄则宣布解除2天的宵禁。乌克兰军队虽然兵力无够，也毋过强力对抗，互国军的速度变慢。Группировка войск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и огне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едет успешные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двинувшись вперед на 23 километра. Установлен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ными пунктами Новая Астрахань и Боровеньк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я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завершают блокир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Мариуполя. 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摧毁俄罗斯一座地对空导弹系统。目前，基辅甲其他重要城市拢收掉下。伫基辅西边的霍斯托梅机场，互两兵抢过来抢过去。另外，根据卫星影片，伫离基辅市中心17公里，有看到几600台装甲车、坦克车、大炮等车辆组成的车队，也阁看到基辅外围有见到过分裂，也阁一座桥也损害。BBC 报道，俄罗斯差不多控制乌克兰领土的大部分地区。Мы в лифтовой прячемся, там самое такое надежное место. 乌克兰甲俄罗斯伫咧白俄罗斯边境举行会谈，乌克兰要求随停火，俄军撤出。俄国希望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不过，第1轮会谈除了讲好过几天，也有后一遍谈判以外，无达成什么协议。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面临着一连串的制裁，对经济影响真大。2倍，普丁甲政府高层就经济问题开会。普丁第2遍讲，西方国家是讲白贼的帝国。讲北约的侵略性声明是展开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西方的官员是认为，普丁想要借由推翻乌克兰政府，恢复莫斯科伫咧冷战时期的影响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那联合国的总部目前正在召开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特别会议。联合国的秘书长是表示讲，这场战事爱动点。参加开会的100多个国家代表轮流发言，会伫3月7日明仔表决来决定敢会通过要求俄罗斯撤军的决议案。这是联合国77年历史上第11遍大会特别会议，100多个国家代表会当轮流发言。3月7日的会中将被表决是毋是通过要求俄罗斯随撤军乌克兰的决议案。这个案件虽然无约束力，也毋过会当看到俄罗斯即马孤立的程度。自1950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只敢举行过10遍这种紧急的特别会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引起国际体坛制裁。国际骹球总会 FIFA 有3大制裁，包括俄罗斯境内未当再举办任何国际性的骹球赛，也若代表俄罗斯参加比赛球员，就要以俄罗斯骹球联盟的名义参加，也有参加比赛未当使用国旗，未当演奏国歌。另外，国际网球总会 ITF 宣布，无限期取消伫咧俄罗斯举行的所有比赛。欧洲骹球管理机构欧洲联也停止甲俄罗斯的能源业者。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伫咧所有比赛合作关系，包括欧洲冠军联赛、欧洲国家队比赛，也有德国主办的2024年欧洲杯。记者综合报道。今头转来，咱过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学上班上课啊，今仔日各地的天气拢真稳定，高温有26度以上，也毋过早暗较凉冷，温差会较大。咱来看温度。今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到济云，敢若伫东半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暂雨。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12度6。日时各地温度会较悬，西半部、东北部高温有26度以上。若南台湾温度更较悬，高温有30度。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会到位，明仔载拜三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若拜6的时，阁有另外1波东北季风会增强，而且会搁较强淡薄啊。北部高温存17度尔。另外，要提醒乡亲，伫这2天西半部甲外岛云较低，熬大雾，骑车驶车爱细致。
顶一日寒流上大雨，传出台中正内海的山区酸长甲真严重，大约有113公顷的果子园拢无啥结子。农委会即马是宣布讲要启动农业天然灾害救助，1公顷会当补助6万块。果子农手摸到无法度开花的花苞，内心内底拢咧智慧。今年一波波的冷空气，让台中东势高接来山区出现大规模的旱害，目前大约有5成的花苞受粉不良。像这个就一个顶接过嘛，我们俗称是环刀啦，个顶接啊，如果安尼情形，我买花苞成本增加，无大紧咬紧牙根，目屎切切的，个顶接。农委会主委陈其忠28号早起来到东势了解高接来灾情甲木果柑仔外销的状况。台中市农业局指出，根据各区公所灾损花布的资料，高接来花苞受损的面积大约是113公顷。陈其忠因此宣布，会依据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启动补助措施。我们回去以后，明天就会尽快的来公告台中地区的高阶里可以符合天然现金灾害救助，可以每公顷6万元的现金来补助给农民，让农民尽快的来早日做相关的这一个整个护耕的这个工作。农委会表示，高接来每公顷补助6万块，农民是讲接来今年已经来到2到3届，每公顷花苞甲人力加开30万块，会使讲有1点仔补助，但是有愿希望中央会使提高经验。记者台中报道。那澳洲新南威尔斯省即阵是当地做大水，其中上界严重的利斯摩尔市有超过15000人互撤离，因为极端气候、天气反常，真侪所在即马变闹出现灾情拢真严重。美国有专家就讲，到2050年，会是因为海平面压悬，美国沿海城市做大水的情形，会是即马的10倍。雨一直强落来，车路完全消失，煞变做敢若湖里，厝完啊找无门。因为大淹水，连肯德基都剩2楼的看板，快艇赶紧出动来救掉伫内底民众。连续这几天落大雨，互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的小城镇利斯摩尔，规个敢若浸伫水内。Wel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I've been through the 54, 74, 89. Nothing like this. We are seeing unprecedented flooding, particularly in northern New South Wales.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vide help and support as quickly and as safely as possible. 澳洲媒体报道，这届雨量真惊人，有一个所在24点钟落超过750毫米，创新纪录。当局紧急撤离居民超过15000人。大水截至28已经造成8人死亡。极端气候是不是会做大水愈来愈济哩？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月中所发布的报告讲，极端气候变化、海平面升悬，互美国沿海做大水的机会会增加。By 2050, moderate flooding that typically damages property and commerce, is expected to occur 10 times as often as it does today. The poorest,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ies are also going to be the front line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政府中间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要伫28暗时发布最新报告，各国政府学界拢真关心。报告预测会再一次确认过去所讲的恶化情景，恐惊会一项发生，呼吁各国要积极面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出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因为进前接传出 Big Can 讲家着伤甚至家死亡，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农委会是禁止民众搁饲也是进口 Big Can 这款狗仔，违法上悬会罚款25万。啊，毋过若是进前已经饲啊，爱伫每年的2月底进前去登记去比赛，安尼才得继续饲，也毋过袂使搁生团。虽讲农委会有提出1年的缓冲期，但过去年底这个规定出来了后，真侪人煞甲这狗仔放杀，隶属 Big Can 这款狗仔，即马伫收容所加真济。来看自由时报，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连续3天，针对市面上饲草较好、袂较好的手机仔，在抽验治安的保护状况，有9成以上拢无合格，尤其是中国品牌的手机仔，100%无一支合格。无合格业者会向要求改善，嘛爱做第2届检测，会检测到通过为止。
来看中国时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是派下党派的驻青代表团，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穆伦带团，伫今仔日甲明仔会坐飞轮机、坐专机来咱台湾访问，成员嘛包括前国防部政治处长的布洛伊，个前特工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这人会来咱台湾。总统蔡英文伫明仔卖甲访问团见面，会请因食饭，双方会针对台美关系、国际区域的局势交换意见。继续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9个本土病例，内底有7个是伫桃园，拢甲桃园的观音区UGA有牵连。目前这站群组感染已经有21个人去围着，感染源也咧找。上新的消息是，桃园伫早暗嘛，阁检出有3个新加国校校的学生囡仔是阳性的，即马赶紧通知全学校的老师甲学生，拢爱来采检。新加国小甲附设幼稚园嘛停课，会停14天，停到3月11。桃园的观音国小这个门口铁门弹起来，进行有风性停课14天，因为伫幼儿园互相相互感染一直弹。礼拜8新增加7个新冠本土病例，其中5个是学生。总计这个互相相互相关的已经有21个人去围着。卫生局指出，拄开始确诊的一家3个人内底，家后甲后生 CT 值拢上升，研判真可能是上早感染者，已经抽回验抗体，希望会使调查出感染源。CT 值是一个是32，一个35。那我想这个是不是刚开始？结果不是哦。我们隔一天24小时有再抽的，它的 CT 值还是33跟39，那代表这个家族可能是感染最早的。另外，台南市街路也赶紧伫消毒，因为佫传出一个确诊，是高雄炼油厂互相相互相关的，是案例1982例的同事，提出隔离基本进行采检，阳性确诊。因案19862确诊，于2月16被匡列为居家隔离者，当天采检结果为阴性，隔离期间皆无症状。2月27隔离期满采检 ，PCR 阳性确诊。另外，新北市邦桥算算过互相相互佫增加一个确诊，案例20623是60外岁女性，已经试过3档的新冠疫苗，是双北确诊病仔。案例20396、20397带到天出来的人，是提出隔离期间阴转阳确诊。是按20396的母亲。2月24号居隔采检为阴性，2月27号出现喉咙痛症状，那当天采检阳性，CT 值25.6。另外，咱国今年第3批所采买莫德纳疫苗1224600剂，在2月透早到桃园机场，等待检验完成了后，就佫提供给民众来注射。另外，这批疫苗的效期到今年的8月初5。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到3月底。疫情指挥中心嘛有宣布放定一寡防疫措施，亲像是运动、翕相、直播，也是演讲会当唔免挂喙罨，而且双铁、台铁甲高铁会当开放食物件。也毋过专家是呼吁大家去人较侪的所在，喙罨也是爱挂掉。即马国内疫情小可转好，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7日开始放量防疫措施，到3月31日，包含运动、翕相、主持演讲、农林渔牧工作者、山林海滨活动、温泉三温暖、外出有占家需求。指挥中心或者是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或者是活动，拢用暂时将喙罨摕落来。因应进前捌发生过群组感染事件，这一摆免挂喙罨项目并无将唱歌纳入。考虑经济甲防疫生活兼顾，卖场、市场、超市开放试食，无要求人流管制，双铁客运国内航班等开放食物件，宴席开放每道用敬茶敬酒。国内5个机场甲2个港口去离岛的旅客免体检，也有除了双北、桃园、高雄病以外，探病限制甲长接机构探视规定也放零。另外，3月7日开始也开放外籍人士来台进行健康生殖疗程。指挥中心3月31日了后，会看情形的发展，是毋是要继续放零相关防疫措施？希望在疫情稳定、应控制状况之下，让国内应有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9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0489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500万例，韩国是超过313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0万例，印度是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是超过2,200万例。战火无情，上界可怜的就是无辜百姓。有一个才6岁乌克兰的妹妹，因为战争受伤，虽然有赶紧去送病院急救，但过尾也是救无回来。连医护人员哪救拢哪流目屎。即马全世界拢出现反对战争的声音，连俄罗斯因国内嘛有50个城市的居民加入反战的示威。Давай ее сюда! Давай ее сюда! Давай успеем! Тихо! Держи сумку. 当地的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因为战火受伤的6个查某囡仔，被送到病时阵已经唔知影人，医护人员沿路替伊做 CPR， 想要甲伊救大，不过最后连电击也救袂大。现场医生去甲忍袂条大声骂普廷，护士也伤心甲流目屎。Да, покажите этому путинскому хуйлу вот эти глаза вот этого ребенка и плачущи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5天，死伤人数一直增加，反战的声音愈来愈大。礼拜有超过10万人伫德国首都柏林，因举着反战的牌仔挺乌克兰，骂普廷是骗子，叫伊停止战争转去。Und ich würde gerne die Mütter der Welt, der russischen Welt aufrufen. Sperrt eure Männer, eure Söhne, eure Jungs ein und lasst sie überhaupt nicht los und lasst sie nicht in den Krieg ziehen. Wenn keiner hingeht, dann wird er schon sehen, was los ist. 抗议民众讲，因支持德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就算因为天然气无够影响生活，因也愿意配合。伫咧俄罗斯的境内，也有真侪人无支持出兵，4月拢有反战示威。礼拜有超过51个城市做阵抗争。伫咧第2大城圣彼得堡，民众发着反战的口号。Войну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ого нельзя. Это безумие,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вместе кричать «нет войне» и все выходить на улицы. 敢若伫咧礼拜1天，又阁有2600多位抗议人士被各国的警方逮捕。自开战以来，总共有要加6000人被逮捕。公司新闻暂回面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甲乌克兰头一轮的谈判无结果，两国会阁继续进行第2轮的谈判。联合国即马嘛当地召开特别会议，要谴责俄罗斯。来关心这场战事局势是真紧张。英国媒体即马就报讲，普廷已经请400个杀手，准备要暗杀俄罗斯要暗杀总统甲官员。来关心俄罗斯起战事引起国际上不满，瑞士即马嘛放弃中立的承诺，要制裁俄罗斯，嘛要冻结普廷还有俄罗斯官员的资产。来关心这场战事紧张，咱外交部是表示会继续甲咱的侨胞斗3天，若是想要留伫国外，会安排因去乌克兰附近的国家；若是要转来咱台湾的，嘛安排因做好入境检疫。4几小时都没有好好的睡觉，又或者是说好好的洗澡什么样的。讲起为乌克兰支付特提过程，蔡先生讲过程真疲劳，教部进前紧急将伊在内的6学生囡仔加10外的代侨护送到波兰。回想这段过程，伊印象上深的就是通过边境最后一里路。乌克兰边境1公里的路排了10个小时，对，10个小时没有停错。伊提起镇守边境的军队，听到司机讲是台湾代表处的车，就伫遮放因过。到波兰了后，大家也伫思考是毋是要登去台湾，不过伊家己还未决定。有可能走，有可能留，我也不一定。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到华沙就走，就能走就走了。教部进前有掌握到12个乌克兰留学生名单里，有3人登台湾，坐铁条巴士到波兰的6个人当中，有4个人最近要坐飞机登台湾，上近3月初就到。另外，还有1个人要撤去斯洛伐克，剩下的2个人目前也是决定留伫乌克兰。教部表示，未来会协助乌克兰留学生回国防疫也甲通关作业，也会透过自外教育组密切掌握到每一个留学生的动态。若做有经济方面的困难，教部原来会协助因回国了后就学的连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支持乌克兰，
咱台湾有民众甲住伫咱台湾的乌克兰人，即马是伫网络顶头成立一个平台，互民众捐钱。台湾议会院长蔡其昌嘛，就企业做伙捐1000万，要帮助战争的人民。为了支持乌克兰，台湾各界发起捐款活动，真侪台湾青年加伫台湾的乌克兰民众做伙创设一个网络平台，互有意捐钱予乌克兰的民众会当透过平台找到会当帮助乌克兰的捐款小户。企业界要捐钱嘛无输人，台湾议会院长蔡其昌就企业甲民众做伙捐钱，目前已经募集1000万啊。国际需要台湾，台湾伸出援手。那台湾如果需要国际帮忙，我相信有一天国际也会对台湾伸出援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响应活动的企业包括超电子等企业，亲像前33岁理事长柯胜雄的后生控诉成基也拢有捐钱。打战不是一好事吧？会有难民。我想站在这个人类互相关怀的立场，去关怀受难的这些人们，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啊。他提议说，对乌克兰受到战争逃难到邻近国家这些难民，企业界跟国人应该伸出援手，立即的赶快来协助，能够落实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所以，我们企业界当然非常认同蔡副院长他的这个提议。企业界希望发挥人道救援的精神，对逃去波兰的难民伸出援手，透过新的宣传，招更侪企业甲个人加入援助行列，互台湾民众的爱心充满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昨暗花莲的中庆路一大人家厝火烧厝，因为现场拢是柴起的厝，而且厝尾顶阁因为盖铁皮有烧烫，所以这火一烧是未收煞的。加在消防人员将紧就甲火拍花，无人伤亡。铁皮厝内面导火因一直呛出来。28暗时，民众报案讲，伫花莲市中庆路250巷有明体导火。消防员赶到现场时阵，火已经炭烧到隔壁景气啊！因为这厝真侪拢是柴起的，外口搭铁皮，火吸伫咧内面烧。花莲市民代表讲，这大部分拢是要到50年用柴起的日本厝，住真侪四大人，好加在大家拢走出，无人伫咧内面。住很多人呐，这里是那个我们最早古老的那个旧市区啦，全部都是木造房子啊。消防人员把火控制掉了，赶紧用破坏工具将门窗钢化，把厝内已经烧到乌麻麻瓦斯桶搬到厝外，以便发生瓦斯爆炸。几队分队来支援，半点钟了火拍花，总共4户民体被烧掉。他们本身他们的结构体屋顶都是相连通的。目前发生火灾的这一户，已经从他的屋顶已经窜升到隔壁了，可是目前人员都已经出来，都平安。消防人员也阁继续伫咧现场喷水降温，以便也阁火势倒起来。火伫咧暗时10点50分全面拢拍花，导火原因也阁会调查。花莲市公所也甲4户受灾户安排到安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做主题所拍的纪录片《时代革命》，这个纪录片伫香港无法度放送，也毋过这个纪录片顶礼拜五已经伫咱台湾台北戏院即马开始咧放送啊。昨昏有团体专工包场表示支持。即係每一次去阿爸阿媽話去打波。後邊運用科技行上街道抗爭紀錄片《時代革命》，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為主軸，記錄對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到香港國安法生效的抗爭過程。參加拍片的香港人講代誌真敏感，現階段無度老出面接受採訪。我不想要這一些事情，可能在3年5年以後，可能變成好像新疆一樣，變成就是64一樣，就是那個歷史給篡改。所以我就覺得那我應該要拍，因為那個時候抗爭者有很多也是不願意拍，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有題材真敏感，時代革命要佇咧香港的電影院來上映機會真少，全片全部的名攏冚起來，只有公開露出導演周冠偉的名，並且表示這是一部屬有香港人的作品。如果佇台北戲院來上映了後，要團體包場來觀賞，並且邀請片中的香港人座談。
2019年，香港经过反送中运动了后，愈来愈侪香港人决定移民，未少人选择来台湾。根据内政部统计，2020年伫台湾定居的香港人有1576人，2021年有1685人，增加7%。同年伫台湾居留许可的香港人总共有11173人，也创下新高的纪录。我们在外面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其实香港人还有希望，我们香港人还有未来。很多人说就是今天香港，明天台湾，对不对？但其实我更觉得就是昨天台湾，今天香港。最差的时代也在现在已经经历过了，那未来就可以跟你们一样，拥有一个全民的普选了。伫台湾的香港人是充满希望讲互香港。咱陆委会也讲，这伫研究放宽规定，互香港人上届实际协助。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了后，在野党时代力量也表示，相关法案会纳入内政委员会来审议，也呼吁会使列做优先的法案。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间电信业者合并，包括远传甲阿泰加起来，台湾大哥大嘛甲台湾之星合并。这两间互人合并的公司，过去拢是用俗价食甲饱、用甲饱来请人客，也毋过即马风声讲，这俗价方案敢若未到昨昏至月底。伫大哥大去年底甲台湾之星合并了后，远传也宣布甲阿泰电信合并，互台湾的电信市场重回三卡都的局面。不过台湾之星甲阿泰电信主要是以确实的费率食甲饱。4G 方案，台湾之星每个月399，阿泰电信新户则有网络申请只要199块。有消息传出，敢若未到2月底，未少民众赶来扣息啊。就是因为看到网络新闻才过来的，全家在用差很多我从别家电信跳过来的，因为亚太收费还是比较便宜一点。根据 NCC 统计用户数来看，目前也是中华电信上侪户有1007万，大哥大甲台湾之星合并了后有976万，远传甲阿泰合并了后原来有913万。为三大两细变做三卡都，远传指出，只要合并基准日进前，阿泰电信的方案拢会接。但是未来是毋是还佫有遮尔俗的方案也毋知。有通信业者是讲，应该是无啊。低资费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已经即将跨入历史了。其实像这两间小的公司就很明确啦，他们努力了这么多年，用低资费去抢了这么多的用户，可是他们并没有赚钱啊，他们没有钱去做一些基本的建设，你在收讯方面的话还是会输人啊。虽然合并还佫经过公平会甲 NCC 这两关，不过电信三雄合并的效果好亲像已经看会出来，民众想要佫享有真俗的费率食甲饱的优惠，都爱好下把握最后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竹县五峰乡的山区对外交通拢是靠公车为主。啊，那伫南清公路顶头有10个公车站，啊，过敢若有4个所在有单车的灯仔，若是无灯仔的所在，就会接看到囡仔坐伫涂骹单车。露天等公车，手提雨伞，该设立经过车辆。天气好的时阵，大家是坐伫涂骹等公车，不论是大人去上班，还是囡仔要去上课。大家拢看得到这款画面。平常是不是晒太阳？对啊。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们怎么办？一样在那边等啊。你们都坐在这地上啊，都盖这边附近。好，为什么？方便看公车来这样子。哦。然后有时候车子要从这边这样上去，要过这里之后，我会叫他们说往后坐一点，就会坐到后面一点。小朋友在这边等车，最怕碰到下雨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有些小朋友没有带雨伞，然后就会淋雨这样。当地议员讲，这条20多公里的路程有10支车牌，所以敢若有4座公车亭，常常看到囡仔坐涂骹单车，安全问题让人真烦恼。这是交界处，交通安全的部分。那我想相关的设计以及安全的部分，我们会建请新竹县政府交理处一定要做好，在安全跟舒适的前提下做好规划。县政府回应，过去乡公所捌提报要设置候车亭，不过因为真侪所在算私人土地，所以继续想办法提报计划，争取补助解决问题。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屏东的德胜新村甲中仁新村是日本时代保留甲呾的空军贯穿。屏东县政府有保留历史建筑的结构，即马规划做公园，嘛请真侪民众去翕相。老旧朴粹的砖仔厝充满时代感，结合时钟、椅仔等等的装置艺术，互废弃的老贯穿重生。
正做串联过去到现代的维故公园。布置的蛮好的，就是像那个废墟这样子，有点要拆不拆的，有点像日式风格这样，复古风，所以我觉得让大家会想要来这边拍照。这是屏东县的空军贯穿德胜新村和中仁新村，是自日本时代保留到今的历史建筑。不过因为毁损的状况较严重，无法度修复再利用，所以县府就将这寡老厝的结构留落来，加上古早味的铁通花、甲军机的零件等等，变成充满气氛的维故公园，和边仔的胜利新村串联做新景点。以前这里就是很荒凉、很暗啊，灯火也不是很通啊。现在改变这样，人潮很络绎不绝，吸引很多外地游客。店家也都很有特色，算非常好拍照的地方。然后包含说有店家的，然后还有眷村修复的，就是比较有废墟的美感的地方。今年屏东的灯会也伫咧胜利新村规划灯区，用旧厝做主题，展示出电话、信箱、糖柑仔等等的造型花灯，带民众回想囡仔时代，来一段时空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婚林数学的奖宝奖，因为有咱台湾国宝彩绘大师的作品，红得做鉴定古迹。也毋过嘛，因为是古迹的身份，所以要修理、要整修的工程就较费气，全一直无法度做。庙方即摆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斗相共。如果没盖这个，可能会更严重。进入婚林四湖桂山奖宝宫，每一个所在拢会当看到时间流落来婚夜。这是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不过古来未少所在开始落雨，厝遐嘛拆起。原本是按算讲102年要拆掉电器，煞因为庙内底有台湾重要彩绘大师陈秀仪的作品，105年红来做鉴定古迹，中间的工课一直无法度做。古来一寡建筑物一定会歹嘛，当初是咱嘛有请示讲要重建。阿妈祖婆嘛讲好，结果伊登入古迹了，到即阵拢也无动作，庄头的人拢会烦恼讲这庙会安全袂？国宝彩绘大师陈秀仪2012年过身，伊所留落来的作品真珍贵，互县府甲庙列入鉴定古迹来保护。不过，煞嘛因为古迹这个身份，一直无法度动工维修，厝遐已经愈歹愈严重。庙方认为讲，若是阁唔整修，恐惊会伤害到文化资产，对来拜拜的信众嘛真危险。艺术作品的不可取代，跟它的时代断代的权威性，陈寿仪不在了。消失一件就是一件，因为它不会再生。咱这间庙寺内底一寡彩绘雕刻、石雕，种种方面拢是一寡文物。我希望各单位拢会当重视这个文化的科目，到协助看我都加紧修复的过程。针对奖宝宫的整修工程，云林县政府表示，修复甲再利用的计划109年已经完成，等咧甲文化部争取经费。不过因为庙体建筑情形已经未堪得等，所以今年就会先用县府的本预算来规划设计甲发包。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228事件75周年，今年的中秋纪念仪式伫家人举办。因为1947年家人的电疗河边啊，有侪人互杀害。总统蔡英文嘛有颁恢复名誉的证书，予苏东年的受难者，予伊家属，而且嘛答应会推动中正纪念堂的转型。今年228事件75周年的纪念仪式，选伫家人市民广场举办。因为边仔家人港，就是1947年21师上花无差别枪杀民众的地点。即天受难者老身父甲周金宝的家属也伫现场领恢复名誉证书。受难者家属搁再提起维权向တင်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要知道，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人，是自然而然存在人们的心里，并不需要铜像或大纪念堂来崇拜。这个纪念堂是由全民税金负担，由公家单位来经营。那我就不知道，我们这群受害者付的税金，还要拿来维护这个纪念堂，是情何以堪？总统蔡英文也回应，身为民主国家，无应该用维权的形式来纪念卸任的总统，会谨慎推动清除维权向တင်。每一位总统的历史定位，都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但是政府有责任介入威权时期的加害体制，有责任让人民充分的理解真相以后，才来做客观的评价。面对最近国际局势变化，看到乌克兰人民站出来捍卫民主，蔡英文也表示，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民主是唯一的选择，团结是唯一的方法。未来政府会继续担起转型正义的责任，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杨淑静、陈宝罗家人报道。纪念22875周年，有超过50个团体对天马地磅行到行政院，游行内底毛人亚乌克兰的国旗，声援支持乌克兰。针对5月份就要结束的出转会，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要赶紧查明真相。把玫瑰放伫咧228事件纪念碑顶头，向75年前的罹难者表示哀悼。音乐声响起，律师李胜雄、牧师林宗正和地南洋基金会董事郑德梅行上头前，参50外个民间团体超过300人斗阵穿乌衫，对天马地磅专卖局台北分局一路行起行政院记忆历史。我们记忆过去，不是为了仇恨，我们记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我们是以爱以及希望，带着和平以及决心，我们继续往前走。大家要勇敢站起来来抵抗中国的文攻武吓，绝对会当坚强抵抗中国的任何野心，互因最后会当承认台湾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队伍内底唔但有香港区旗，阁有乌克兰国旗。游行者讲，希望声援民主，反对独裁政治。也有台语妈妈因为烦恼囡仔的未来，3年无车，带囡仔斗阵行。安怎发生的这件代志啊？对啊，对啊，因拢知啊，就是你要意识到啦。你若无意识，真正就是会烦恼起来，因当袂感觉的台湾甲中国的。因会感觉像愈来愈迄个活的感觉啊，所以咱互因知啊，因即代互因知啊，袂使安尼。反抗到今，其实咱台湾人迄个时阵无正赢，啊，毋过咱即马继续咧争，所以咱是即场是咱台湾人啊未正煞的独立战争。咱希望甲全世界所有追求自由、追求公义、想要新个独立的国家的人做伙拍拼。乌克兰和罗西亚战事也未收煞，民间团体希望台湾团结抵挡中国外来势力渗透，因也呼吁政府赶紧拆除威权上顶，追究加害体制的责任，加速转型正义。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对啊，游行有剧团嘛，伫228纪念基金会的广场演出以228甲白色恐怖事件做主题的历史戏剧，希望大家唔通袂记得这段历史。用唱声甲音乐开场，带出228白色恐怖时期一顶少年仔，互政府特务掠走拍门。伫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现场观众感受真深。透过无语言的肢体的形式，带给大家一种氛围跟感受，所以而不是就是历史课本上的字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件事情，而不其实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剧团甲室内演出搬到228纪念基金会头前的广场，规出戏分做几若段，其中嘛讲到过去较少人知有关国防医学院学生何正刚伫学校组织读书会，所有人掠去，庆过了后，遗体搁转来学校的故事。他跟家属说不要来领他的尸体，他希望成为国防医学院的大体老师这样子。对这个角色而言，他的感觉是非常乐于去付出的，乐于分享自己给这个社会的。剧团表示，戏剧活近甲民众接触，毋但是特当做纪念尔，更较希望观众深入了解历史，另外剧本的内容，过去嘛捌访谈过受难者的家属，考察文书资料等等，希望把这段过去用无声的动作表达出来。记者陈阿文小客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继续关心战事。虽讲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是较支持乌克兰、支持民主，不过俄罗斯嘛毋是完全无朋友的。白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始终兼外贴，毋但支持俄罗斯出兵，佮通过公投同意放弃因国家无核子武器的地位，允准俄罗斯伫因的国家设核子武器，而且俄罗斯嘛会当永远派军队伫因的国家驻军。
支持俄國入侵烏克蘭的白俄羅斯，在8月辦修憲公投。根據選委會公布的資料，投票率要加7%，有65.2%的選民贊成公投案，修憲案過關。這項修憲有幾項重大決定，其中上敏感的是放棄國家的威脅地位。白俄羅斯在1991年蘇聯解體了，將蘇聯所留來核子武器害予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投票所講，若是西方國家將核子武器轉移到波蘭或者是立陶宛，部署在白俄羅斯的邊界，伊就向普京要求協助，討回無條件放棄的核子武器，同時會予俄羅斯永久駐兵。已經執政27年的盧卡申科，進前就把取消總統任期的限制，受到各界批評。在這邊的修憲改制上長2任10年，若是伊在2025年任期屆滿了，閣參選，將會當一直掌權到2035年。這甲普京延長家己的任期的做法正共款。而且就算伊到時提來新憲法，也閣予總統重新攏未被起訴的豁免權。不過西方國家進前就講未承認這項公投的結果。公視新聞曾回面編譯。來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嘅杜拜，有世界上第一懸嘅大樓哈利法塔，即馬閣設計一座建築奇蹟——未來博物館。這個未來博物館是起佇杜拜嘅金融區，一開幕就成做全世界焦點。杜拜未來博物館經歷嘅日子有7月2日即天開幕，所在一個金融區，懸77公尺。外形是機能型，內面鏤空，入頭一照了，敢若一粒金黃色嘅不鏽鋼嘅建築物。暗時電火一拍，袂輸敢若一粒寶石同款，閃閃閃閃，看了真水。這座3萬平方公尺，開了1億3600萬美金，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當地肖恩吉拉建築所設計新博物館。內面的結構攏無條啊甲娘，是用2400支圓巧的鋼鐵所搭起來，靈感來自風水的概念。玻璃牆用形絲刻着杜拜首長穆罕默德的西瓜底紋。內面的展覽分做外太空、生物工程學、生態系統、健康加森林等主題，全面將到2070年50年了後的世界。What we tried to do is create a sort of compelling vision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imagine space as a shared resource, and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imagine space exploration and habitation as the sort of shared experience of all people? How could we then use that to, improve life on Earth? 展場有一個空間，規個內面暗摸摸，吊着真濟細玻璃桿仔，內面裝的是生存受到威脅，或者是已經絕跡的動物甲物質的 DNA 模型。一個高科技前瞻性的體驗，串聯規棟建築物，唔但是讓參觀的人有全新的感受，也讓大家加一寡親層的思考。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輯。規模超過中國三甲的大水壩，而且講是非洲上界大伊索比亞嘅後型大水壩，進前已經正式啟用開始咧發電。這對伊索比亞來講是真要緊，因為這座大水壩會當改善能源，也個水利需求。也毋過因為這影響尼羅河水頭的水源，嘛互水尾的國家蘇丹甲埃及感覺真受威脅。伊索比亞總理阿比阿邁德20為復興大壩主持加彩，佮參觀水利發電站，其啟用13台渦輪發電機當中一台正式開始運轉發電。這經過10年，開42億美金規模比長江三峽大壩也個較大的水力發電工程，也個進一步。復興大壩懸145公尺，寬1.8公里，為2012年動工以來一直充滿爭議，因為控制尼羅河水頭支流，清尼羅河水源，和水尾的蘇丹甲埃及非常煩惱關係經濟甲農業的水資源，就此予別人控制。去年大壩佇烏季期間2擺注水，攏引起區域外交爭議。聯合國甲非洲聯盟真濟擺參詳，依然無法度有共識。የኢትዮጵያ ዋነኛው ፍላጎት 60%ቱ በጨለማ የሚሰቃየውን ሕዝብ አምፖል አይቶ የማያውቁ እናቶች በጀርባቸው እንጨት ተሸክመው ለማደናቀፍ የወጣው ጉልበት ጊዜ ገንዘብ ቀርቶ ለልማት በጋራ እንድንቆም በትብብር በጋራ እንድንቆም በታላቅ ትህትና ከአደራ ጭምር ጥሪዬን ላቀርብላችሁ ፈልጋለሁ።
福兴大坝总容量740亿立方公尺，其所种地容量超过6000兆瓦，去年自水135亿立方公尺，达到长照发电的标准，不过离满水位要几啊年时间。埃及目前已经严重扩化，要求伊索比亚对大坝延迟注水。过去一直根据1929年甲1959年签署国际协定，主张埃及对尼罗河历史权利为保护水源而来战争。不过伊索比亚保证水尾水量未减少，未来福兴大坝发展会续期强行凝固，各为缩短减少河规大水源合理共享，对区域发展只有好处。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天气报你知，今日日时各地拢是好天小露，温度会较悬，高温有26度以上，南台湾高温有30度。不过明仔载拜三，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甲东北部会变天，天气会转凉。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外岛是11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